家好，我是宝岛联播网的主持人，我是某某。讲到咱台湾的母语呢，咱知影讲咱台湾的母语有足侪种的嘛，有这个台湾话啦，有咱的客话啦，也是讲的咱的原住民的语言啦，这拢算讲是咱台湾的母语啦，那讲到某某我的母语呢，当然就是这个台湾话，我即马伫个咱宝岛联播网咧做主持人，平常时讲的咧上多，都是咱台湾话，但是呢，因为某某我是这个台北市的人，咱就知影讲这个台北市啊，规环境来讲呢，对这个讲台湾话来讲呢，是讲有较不利啦，某某我嘛是共款，但是因为自细汉，伫咧厝内面，有讲到台湾话，因为阿公阿嬷。拢讲台湾话，所以小时候呢，自细汉有练习，所以讲就算讲中啊一段时间呢，拢无练习着，咧学校啦，开始咧出社会啦，拢无用着。但是呢，因为细汉的时阵有讲，所以讲呢，入来咱宝岛联播网啦，做主持人了后呢，甲即个母语，甲咱的台湾话，搁较捡转来，即个机率就诚悬，进步了嘛诚紧啦，所以讲呢，今仔若是讲呢，会当甲大家来分享我是希望嘛真正鼓励咱的阿公阿嬷。为什么要鼓励阿公阿嬷呢？因为咱伫个路会当看到真侪阿公阿嬷，阿公甲阿嬷咧讲话的时阵是讲咱的台湾话，讲咱的母语，但是拄着咱的金孙的时阵啊，自然就会甲即个所使用的语言。马上就换做即个华语啦，我是感觉即个部分的阿公阿嬷呢，一定要注意哦。阿公阿嬷爱知影讲你即马若是教你即个囡仔人囡仔兄呢讲台湾话，对因来讲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代志。后摆呢，因要甲即个台湾话捡转来这都是上基础的哦。所以讲第一项呢，我就是要甲阿公阿嬷鼓励为今仔开始咱就甲即个金孙呢讲的台湾话。这个是其他的小朋友可能没办法得到的所以阿公阿嬷一定要加油啦讲到这台湾话呢其实我来做咱宝岛联播网的主持人了后我感觉真正是非常深为开始来做主持人了后呢，我嘛开始咧学习常常拢会去看这个字典啊也是讲会去查一寡资料啦嘛发现讲咧，咱台湾话有真侪这个词咧诚水的词慢慢呢，敢若一点一点就消失去安尼啦所以讲我嘛会尽量利用我的这个工课尽量用我的这个麦克风尽量互大家咧继续来想起即寡咱台湾真美真好的一寡即个词希望甲即个台湾话呢搁互搁较侪人继续来使用我即马嘛常常鼓励我家己勉励我自己啦就是讲我就算讲离开即个主播台去到外口咧买物件的时阵我嘛第一个语言拢爱教伊在头家讲台湾话除非讲我发现讲伊袂晓讲我才会换做即个华语啦所以讲我是为即个生活当中呢我就希望马上甲我的即个第一语言改换做咱的台湾话我相信若是讲大家呢安尼继续落去就算讲咱的环境啊对咱的即个母语来讲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为咱每一个人安尼来甲维持落去呢我相信呢未来是会更较好啦伫遮呢甲大家互相勉励，感谢。用心来找。